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新北市永和分尸的命案，凶手抓到啊！警方是锁定死者阿兄涉嫌重大，昨昏伫台北公馆抓到人。伊嘛坦白讲伊犯案，原因是两个人登记袂下，佮有借钱的纠纷，才甲伊的小弟害死。配合，好，绝对配合，绝对配合，绝对拜托配合，好，没有问题。便衣警察伫台北公馆公车牌附近，将4名的嫌犯包围起来，嫌犯乖乖啊被抓。最后一道团在永和分尸案，警方锁定死者以73岁大兄可能是凶手，找人甲伊具体到案。欺负，我怎么欺负你了？借钱不还我？他借钱不还吗？不还。警方初步调查，嫌犯敢若是伫这个月初日，趁死者伫咧困梦中时阵，夜倒甲抬死，并且将部分尸体等咧粪扫车。抬人的原因敢若是借钱的纠纷，以及买刀案时阵也和监视器翕到。本案研判疑似兄弟因为长期有借贷关系那因为其弟弟也就是死者每次借钱都不还，造成他哥哥心怀怨恨。那这是初步研判的动机，那还需要专案人员深度追查厘清。警方也搁伫咧进一步调查详细作案原因，也希望会当找到死者部分被弹掉的尸体。案算伫今仔早起，将4名的嫌犯依照杀人、弃尸、损害尸体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宜兰检方昨昏去朝劳动镇公所镇长吴秋玲，也个主任秘书甲行政室的主任，拢互带登去约谈。检方询问了后，吴秋玲互依照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拔法第99条，互以20万交保。若其他的人是直接请回。吴秋玲是互指控讲，伫今年3月底时，甲一寡校长、家长会长食饭，伊互检举讲伊有送红酒贿选。检方是约谈22个人，伫称案情经过审问了后，尾也是依照违反选拔法第99条，该以20万交保。伊离开调查站的时，面对媒体，伊是怨叹讲选举选到这行的，伊真无奈。吴秋玲伫之前嘛有牵涉宜兰县长林祖苗甲县府涉嫌土地变更案的证据，也个这个案，宜兰检方8月23已经侦结，认定伊有犯罪嫌疑，也毋过找无证据，所以尾也是无起诉。也毋过即马伊随个牵涉另外一件官司。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24节气的白露。人讲啉白露水，蚊仔就闭喙，意思是天气无遐热，蚊仔嘛无遐高啊。佫有一句是讲白露南，10日9日淡，就是讲白露即天若是透南风，安尼了后会清在落雨。啊，毋过今仔日咱的天气是透东北风，加上咱台湾附近水汽有较济，伫北部、东北部雨水是较高，而且温度会下降。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是透东北风，伫这方面呢，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爱细致上大雨，其他的所在过道有雷公雨，山区也有中南部的平地嘛爱细致短时间的强降雨。因为受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早暗是较凉的，低温是23度至24度，若日是各地高温是30度至33度。拜四到礼拜水汽会减少，所以伫中秋的连假天气算是稳定的，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而且拜5、拜6会当看到圆圆的月娘挂伫天顶，这个机会有真悬，乡亲会当把握。另外拜6开始，伫咱台湾东边有大个压带，可能会形成热带扰动，这部分爱去观察。所以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教育部伫昨昏有召开私立高中以上的学校退场的审计会，伫会后有公布高安科技大学甲台东技术学院互列做专案辅导学校，因为这2间学校拢互认定财务恶化，而且佫有欠老师薪水。总讲伫明年5月底无改善，安尼上紧伫后一个学年度就要停止招生。这嘛是教育部伫今年5月份公告实施私校退场条例了后，头摆公开爱辅导的名单。来看中国时报，台湾大学伫昨昏有召开临时校务会议，9个校长的候选人先经过172个校务会议的代表进行推荐投票，尾也有6个人有通过推荐，其中郭台铭无推荐票上介少，是目前看起来较受期待的人选。来看自由时报。
法国的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贝勒花今日透早带团来到咱台湾访问，访问团已经到位啊。这嘛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了后，阁有另外一个欧洲的大国来到咱台湾。这嘛是法国的国会一年来第4届做访问团来咱台湾。来关心疫情，昨天咱国内是新增加36000外的本土病例，中重症49例，死亡个案21例。上少岁的死亡个案是一个16岁的查某囡仔，伊无做过预防针，伊本身有慢性病，伊为着了后去大病院待一礼拜才过身。另外，疫情即马当地压悬，疫情指挥中心嘛推测讲，到年底进前，咱可能阁有200万人会去患着，所以嘛呼吁民众紧去做预防针。新冠本土疫情初六拜二增加3639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二同期增加16.7%。全台以新北市病例数超过7000例上侪，中重症有49例，死亡有21例。死亡个案中上少年呢是16岁青少女，伊本身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无做过疫苗长期下床，是机构住民8月底快太阳性后来因为肺部旁受血送医大院，9月初2病况恶化死亡。目前这个青少年的部分新增的1例重症跟死亡的个案之后，累计目前是有14例的青少年重症，其中有5例是死亡。随着疫情相关确诊人数增加，国内口服抗病毒药物的领用人数上升来到6827人次，创6月27以来的新高。指挥中心预告，今年底进前，恐惊也更有200万人感染，呼吁民众赶紧做疫苗。BA.5 的部分，我们预估。在这一波，可能我们是到年底啦，就是大概可能还有200多万的人会感染。另外，中秋节、重阳节特别到，未少民众咧问，机构住民敢是会当登记厝团圆？指挥中心表示，机构住民会当请假登记，若无外宿过暝，原则上唔免体检；若请假外宿过暝，登记机构进前7天内有新冠肺炎暴露风险的人，由原按依规定进行体检。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即阵 BA.5 疫情当地压悬，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莫德纳新配方的预防针上紧伫9月底时，有200万人会送到咱台湾。第一阶段会先提供予65岁以上的民众注射，第2阶段是会开放予医护人员甲航空业的机组人员。也毋过嘛有定讲，要做即档进前，种一档预防针中午爱让3个月以上。因应本土BA.5疫情情况甲边境开放政策，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注射组 ACIP 专家会议初步决定，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会先予脆弱族群来做，各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做的对象是65岁以上老大人，长照机构住民18岁以上免疫不全甲免疫低下人。第2阶段是第一类医师人员、机场港务甲居家检疫工作人员、航空机组员、船员、机构照护人员、50到64岁大人，甲18岁以上因为外交公务等工作需求出国的人。长照机构的群聚，那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然后它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个案得到感染，它的死亡率跟重症率又比较高，所以长照机构也纳入比较优先的对象。医病院表示，这款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原始都 BA.1 的双价疫苗，会依照小数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资料，应提供18岁以上民众做第3期、第4期甲第5期对家使用。不过无适用第1期甲第2期基础疫苗，而且甲前1期疫苗隔时间至少要3个月。目前疫苗量够，也让大家都可以打。再参考其他国家，目前次世代疫苗也都是在隔3个月左右，或是有人已经接种了第4剂，你还是可以再接种次世代。如果隔了3个月的话，指挥中心表示，上近9月底会有2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到货，细节医院咧甲厂商参详当中，也有可能有更较侪支。第一阶段有希望到货了后开始做，第2阶段启动时间，都看民众是不是有真侪人来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相信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定病例。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6707例，目前咱台湾这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550万例。日本超过1900万例，韩国超过23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国际原子能总署对外公布引起乌克兰看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跨线了后的报告，建议要划出安全保护区，而且嘛讲伫核电厂附近的大炮这攻击拢要随动点。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专家发现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受大范围的破坏，呼吁立即停止伫咧核电厂附近的炮击。IAEA 虽然公布上新的报告，并无针对核电厂的损害提出指责，不过攻击若无停，会有发生灾难的风险。The physical attack, wittingly or unwittingly, received, and that I could personally see and assess together with my experts is simply unacceptable. We are playing with fire, and something very, very catastrophic could take place. 报告内面讲，专家因伫厂内真侪所在拢看到俄罗斯军事人员甲军用设施，包括古罗台停伫咧无人机厂房内面的军用卡车，建议驾车对可能影响安全运作、安全系统甲设施内面刷走。莫斯科否认利用核电厂做盾牌，讲军队伫遮是维持安全。We know and we observe that the operators at the plant were operating under extremely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together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and vehicl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it. 伫咧报告公布进前，初六即天，伫核电厂外口的冲突依然无停，安赫德市传出爆炸的声音，电也熄去，俄乌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前一天，主要的供电线甲电网阁断去，用备用线路向电网供电。От як кажуть, для галочки, вони подивилися, вони зробили якийсь свій висновок. Так, вони залишили 2 спеціалістів. IAEA 专家团队伫这个月初经过几多遍协调，摸到破坏攻击的危险，建立3个就和俄军占领，到即马依然是乌克兰技术人员操作的欧洲上大核电厂。对俄乌战争了后，几多遍的冲突可能发生的核灾风险进行评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俄罗斯嘛已经把送去欧洲的天然气撤掉，为着避免发生欠能源的危机，德国即马已经宣布讲，资本打算伫年底要退休的2座核电厂要延后退休，会运转到明年4月份，先度过这个寒天。那德国甲法国即马嘛已经达成共识，今年的寒天因会互相乌烟，互相斗3工，电力、天然气拢会公家用。那法国是呼吁民众，即阵欠能源爱欠啊用，同齐度过难关。德国政府初五宣布，经过电力供应的压力测试显示，在极端的压力之下，德国南部2座特别伫年底投入的核电厂对德国甲欧洲的能源供应是真重要。所以这2座核电厂要继续太平到明年4月期间未增加电力，只为应付紧急状态。Sondern das, wie ausgeführt, für diese Zeit, für den Winter bleibt das Personal und all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da und erhalten, sodass sie wieder hochgefahren werden können. 哈贝克强调，废核工厂有关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北部的核电厂到年底也是会按照计划投入。俄国已经完全切断透过北溪1号公线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初五强调，因为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制裁，造成北溪1号的芳心坡道维修，所以停止输送天然气。错无伫俄国，也毋过回归到欧洲目前的现实面。气管的能源计数也带动物价起。法国主要靠核能发电，对天然气的需求较细。德国总理肖兹甲法国总统马克龙初五透过热线会议达成共识，今年寒天能够将互相帮助。法国对德国输送天然气，德国向法国输送电力，共度难关。La France est exportatrice de gaz vers l'est de l'Europe. Nous allons renforcer cela et nous mettre en situation d'être solidaires sur le plan gazier avec l'Allemagne si l'hiver est difficile et que l'Allemagne en a besoin. 唔拿输出天然气，马克龙也呼吁法国民众甲企业
伫刷落来的几礼拜，会当自动自发节省10%的能源，来避免到时阵可能发生限电的困境。另外一方面，面对俄乌断气造成国际全球天然气的交易继续起，为了避免能源界爆发雷曼危机，北欧的瑞典甲芬兰政府也宣布对国内电力公司提供总金额大约超过1条代票的债务担保，协助度过财政困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这礼拜将访问天然气生产大国卡达，针对欧洲能源危机举行会谈。公司新闻景完全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英国的新首相特拉斯已经上任，虽任命3个内阁大臣，伊嘛已经甲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电话。那咱总统蔡英文嘛有发贺电，向希望台湾甲英国的关系会当继续深化、继续合作。来关心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的仪式9月27日要举行，即马有190个国家会派代表过去，内底有50个领袖层级的大人物会去参加。来关心美国之前有宣布通过对台湾11亿美金的军售案，美国的国务院昨天表示，美国未来会继续满足台湾的防卫需求。镜头跟倒来咱国内来关心今年双十节国庆的主题是守土卫国，内外同行。主视觉伫昨昏嘛对外公布。那伫总统府头前的国庆典礼，去年的座位有6000个，伫今年会增加到1万个。国庆主视觉正式公布，色彩高级的双十造型，就像公营勋章。代表守土卫国的集体荣耀，背后设计理念、设计选用也像卡数。多元的颜色，然后去代表着就是我们的山川，然后还有我们的水文，还有我们的整个国土的一个样貌，表现出大家一起去往一个地方前进，达到一个共同目标。概念上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凝聚的概念，如果把它拆开是2个箭头往中间集中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庆祝会公布111年国庆主题是守土卫国，内外同行，各界也好奇。甲前2年的主题分别主打民主、国际相关概念比，今年煞强调守土卫国，敢是因为区域情势变化所不同。那我们在今年上面也考虑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态样跟台湾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会综合在这里面来呈现。另外，防疫相关规范敢是会帮忙。陈宗干表示，国庆大会会为去年6000个座位增加到1万个，也考虑开放部分座位，互民众会当就网抽签参与。另外，拄到台日友情50周年，今年也特别邀请日本京都甲高校吹奏部来台参加国庆大会演出。随着联合国大会都要开机，外交部表示，中国最近调高与成员对台威胁，政府坚决捍卫主权甲安全，也保持站节，未挑起争端，稳健务实推动参与联合国。记者综合报道。那咱的陆军第8军团指挥部昨暗伫屏东恒春进行操演。展示夜间的作战能力。夜间的作战与日攻之间的作战最大差别在于，日间可能监督不佳，那我们我们的战甲车具有夜视的功能，对于射手来讲，它可以利用车上的夜视镜来对目标实施射击。那对驾驶手来讲，驾驶手车身本身就有防空驾驶灯，也配有星光夜视镜，可供驾驶手在夜间的时候来实施驾驶。军方是表示，中国最近直对台湾侵扰来去破空，不过咱的国军是依照备战无纠战、应战无闪战的精神来加强训练，强化咱的作战能力。来关心中国解放军直头威胁咱台湾，咱总统蔡英文昨昏有去花莲视察前线陆海空的国军基地。中秋民众团圆，严格国军共款爱守护家园。总统伫昨昏嘛颁发中秋的加菜金。用无同款的姿势，伫4-50秒以内完成实弹射击。陆军今年开始推行实战化射击训练，透过障界棒来布局实际战场复杂的环境状况。战斗的过程中，并不会只有一直固定在同一个点上做射击，可能会有接敌运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过程中一定会喘，或者甚至要变换射击姿势。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推行这个实战化射击的训练。
总统蔡英文初6日透早来到花莲国军的南部营区视察训练状况嘛，勉励国军颁发中寿加菜金。谢谢总统，祝总统秋节快乐！嘿呦嘿呦，好威武，勇猛顽强，上！蔡英文连暝来到花莲空军基地，和国军兵官共队食饭。空军马上礼物红仔加 F-16B 的帽仔给蔡英文。蔡英文伫致辞内底嘛，特别表扬女性上尉会官周婉纯。像我们在座的周婉纯上尉，也曾在共机扰台之际，肩负起紧急升空拦截的任务。这证明不分性别、不分军种或岗位，每一位官兵都是承担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的一员。这2个月，中共解放军的威胁是愈来愈悬。蔡总统透过秋节的勉励，顶礼拜去到平湖，今仔日来到花莲，希望提升咱第一线国军官兵的士气。以上是记者林书豪、谢桂玲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年底选战，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昨昏是提出伊的长照政策，伊讲伊要互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半年内增加500张长照的病床。若无党籍的黄珊珊是宣布前内政部长，国民党的李鸿源已经要做伊竞选总部的市政局总顾问。也来民进党的陈时中，自本昨昏伊是要甲前球星陈信安拍篮球，也毋过说服保全，讲球场爱行政中立，挡伫外口。长照3支箭，用心挺安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初6提出长照政策，国要先提悬公卫补助，利用现有台北市的联合病院系统，半年以来伫5个院区增加500张长照病床，而且鼓励私人企业加入计划。虽然需要各聘新的照护员，但是人力是有够的。未来提拨台北市的高龄长照补助款，预计每年挹注3亿新台币。第一年如果市府没有编列预算，我们先由预备金支应，我们不会挪用，也不会影响到现有卫生局原本的公卫补助款。这次竞选办公室的政策总顾问李鸿源前部长。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也伫今仔日推出多市再生政策，佮宣布竞选团队的市政总顾问是由前内政部长国民党的李鸿源来担任。黄珊珊佮一摆讲要拆除第一殡仪馆，新造绿地，落尾透过公平参与来决定未来的使用方向。第2殡仪馆墙边被规划做礼仪服务中心。1殡2殡大家都要拆，大家都要移，大家都不要，但是谁来做？柯文哲市长上任才做。他们不是都说柯文哲市长都没有做事吗？那奇怪，怎么突然间2殡又变成大家既定的东西了？是谁割到尾呢？好，谢谢大家加油！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早时原本要甲前篮球员陈信安拍篮球，不过来到新城桥卡现场保全以行政中立关节，技术团队入去球场，敢若会使伫外口看。不过体育局落尾表示是保全误会规定，陈时中伫现场嘛讲出一堆运动政策的想法。那怎么样有一个更适合的场所？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家这种经常在打篮球的人他们的想法跟希望。但是中国回应公共变数政策影片的偷看争议，伊讲若是有需要检讨的所在，会随改正，要是会相信团队。记者郭民虽然有开正派文台北报道。疫情起起落落，大家已经渐渐惯势，嘛咧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真侪产业拢已经有生意啊，有生意了后，即马开始欠工啊。因即马透过台北市的劳动局等地招找人才，即摆有开出480个课，甚至阁有做动画公司开出1个月8万块的条件要找人才。储备干部几乎就是对餐饮业就是比较了解。伫面试官询问之下，找头路人讲出家己的工作经历，甲希望待遇。南港就业服务站找到一场餐饮业者定在面试活动，吸引不少人来面试。就算知影餐饮业真辛苦，也是想要试看卖。我们这种中高龄来讲，我们社会经验不论是跟对待客户接待方面，其实都蛮圆融的啦。那我相信服务业方面就是需要这些接待啊。今年复出之后情况就好转，变成说我们的用客来客数量都增加了很多。那变成说我们现在就急需用人。
风协管制继续开放台北市劳动局甲10外间业者合作，提供将近480个头路。除了餐饮业占大部分以外，其中有多媒体动画公司开出一个月8万的薪水。劳动局希望这摆找人用补助人力缺口。要这些技术人员，可能在10411可能可以找很多，可是他今天跨足到我们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就是他真的找不到人。提出这么高薪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人。那要人是为什么要人？因为要有商机。另外，台北市劳工局要伫13伫市府中庭举行一场定在活动，提供将近1000个餐饮业等的工作机会。根据劳动部统计，去年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有3万2，特别是制造业平均也到3万7，近罕见超过金融保险业。制造业的这个研究所以上的程度是属于这个资通讯科技学门跟工程学门的这些研究所毕业生，又是占比较多。那这一部分的这个薪水他们是比较高。台积电也要招募电子等的专业人才，开出1500个工作机会，也锁定明年要毕业的硕士、博士，请因提早到努力，毕业马上就业。记者综合报道。这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里长、里干事拢真无闲，爱无用疫情。亲像伫桃园市就有516个里，毋过里干事敢若153个人。有议员即马是提出讲，希望一个里有一个里干事。民政局表示会检讨。准备好防疫包搬去汽车或者是车内底，李干事无用一个一颗方式回顾居家隔离的民众。最近边境防疫慢慢放零，出一个人愈来愈多，互李干事真是无用气气，有时连去便所的时间拢无。里长也是跑得要命啊，还有我们的李干事，我看到我们李干事一个李干事，那摩托车后面大概可以带20包。真的是带到我都快骑不动了，全部去武汉啦。你讲武汉，迄用搬去武汉？啊，就看见了，就是搬来搬去，去武汉用的啦，很忙啦，你打包了对没哈？像这个就是打周会啦，讲正经的，因为疫情没法度啊哈。李干事的工作真辛苦，志工拢看在眼内。只是桃园市有586个里，法定编制李干事官也189人，实际只有153人。尤其是中立区今年增加3个里干事，爱斗3工代理里长，有3个李干事各身兼6里的事务。平常时除了无行李政业务，爱搁下乡服务。这3年疫情期间，因个要负担起防疫，工作量是增加真多。其实，在居家检疫的部分，我们是采轮班的方式。那同时，我们也有这个行政人力会来协助轮班，然后甚至打包整个防疫包的作业。不过有机关质疑，这几年来桃园人口增加，公务机关官也提悬，所以无重视增加基层人力，所以希望提出达到一里一干事的目标。民政局表示，目前每一位里干事平均服务3.37个里，甲新北市差不多侪，工作量增加主要是防疫业务，加上社福愈来愈健全，会将原业列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关心，即马社区开课程是愈来愈多元，为着要鼓励时代培养无同款的兴趣，伫台南客家的新营社区有安排课程，请老师来教时代拍非洲鼓、唱歌戏，慢带因刺激去表演，希望互遮的老大人会当加出门活动，嘛透过表演得到成就感。轻松的音乐、整齐的歌声，佮配合一寡活泼古锥的手势，阿公阿嬷拢真投入咧练习。这是台南客家新营社区举办的课程，希望会当鼓励时代出门活动，也培养因无同款的兴趣。咱上欢喜的、上感动的，就是看到时代人快乐，看到时代的咱行出来吼，来参与社区的一寡活动。为着提供无同的体验，社区的课程是愈来愈多元。除了简单好上手的非洲鼓，也有老师来教唱歌戏、为念歌词到比动作，大家拢真认真的学。这社区吼，这感谢这长辈。平时除了做志工以外，若就是这个活动的节目咧吼，有节目，真认真学，真认真做。毋是干那伫社区练习尔，有时阵也会带遮阿公阿嬷世界表演，帮助因伫过程当中得到成就感，也互更较侪人通欣赏到这阵长辈精彩的演出。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咱国内逐年都有上百万吨的物件会当食的物件，互倒掉是真无彩、真拍算。有一寡业者专爱甲管出来帮助弱势，也毋过保存是一大问题。台湾食品银行联合会最近就接到民间团体管的50台冷冻的冰厨，专爱甲送去屏东万万偏乡的学校，要互食偏乡的囡仔买当食到上鲜的物件。台湾食品银行联合会甲民间管的50台冷冻柜，要转送去屏东万峦乡新厝村26间学校和21个关怀社区据点来使用。因为伫偏乡，食品的运送无简单，冷冻库有更较大的作用。在偏乡地区冷冻柜这样的一个物资对因为我们有自设厨房。所以是非常需要的。但有375万吨的食品拍算去，台湾食品银行联合会讲，各地各有真侪所在有缘真欠物资，因会去产地加工厂、卖场等等的所在去收预制品，或者是要过期的菜色和果子，希望防止浪费。即马阁有冷冻库，会使帮助到更较侪弱势。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些资源透过冷冻库这个载具，我们将食物送到我们的据点，更甚至到学校，让这些孩子们或长辈能够取得更多的食物来源。第一个来平衡这些食物不足的问题，同时间我们也解决了食物浪费的这个面向。透过这个管的冷冻库，会使让食物保存更较久，也让偏乡的囡仔食到较鲜的食材。记者综合报道。云林照安客家文化节已经正式起稿，活动有1个月才久。那重头戏是正青人会点稻花白，伫暗时还是游客庄，长长的一排人看起来就亲像一尾花龙。2月后为期1个月，云林客家文化节正式展开。社区民众和囡仔手中摕着花白游针，要向真过去的客家骨落，砖头拢会家己做守望相助队伍，暗时摕着花白过夜顺手。现在每年中秋节迄暗，拢会举办这么会迎暗景，向前团行。很好玩，怎么样好玩？就是举火把的时候。亚麻会迎暗景，所以其实已经传承了100多年。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也中断了30几年，在2006年再重新又找回大家共同记忆。除了中秋这么会迎暗景。今年云林客家文化节，佫包括无形文化资产的博美炉、就简单的拜客王仪式等，也透过布袋戏课程的扎根，互社区囡仔学习来南布袋戏。二中华场将客特色活动，要请游客体验客家文化。来深入的了解我们招安客、云林招安客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那这次呢，我们同时就是在推动文化的同时，也希望带动观光。另外，为着要庆祝西大桥完工70周年，西丽公所在中秋的连假假期，嘛将举办西大桥文化节，以艺术文化游乐园、亲子活动和音乐产业观光5大主题，要游客前来体验西丽的水。记者有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主计总处有公布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66%，这是比7月份来看有小可较降，也毋过有17项民生物资同款咧起价，其中鸡卵起上济，已经是44个月以来新高。也若像煮食爱用的油，还有普通时咧用的卫生纸，即嘛拢继续咧起。丰芬市场的新鲜菜色果子，一上价，真侪家庭主妇随外来买，只是物价自今年初以来一直起，也互真侪人话食袂消。就大概贵2成啊，水果啊，还有一些炸类的物啊，还有卤味都是一样，各项都开销都变到多了，薪水不涨是很麻烦的事。大部分都自己煮，都是吃家里的，我觉得在家里吃省很多啊。主计总处公布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2.66%，比7月3.36%明显涨幅，总之连5个月破3%。虽然整体 CPI 数据有较落落来，不过核心 CPI 并无落盘。大致注意是17项民生物资平均年增 5.38%， 其中鸡卵起伏扩大到 38.87%， 创44个月新高。沙拉油甲调理油起 14.88%， 起伏是13年来新高。卫生纸、面纸甲纸巾仔起伏也是3年来新高。就是7月下旬，鸡蛋的产地价有调升，因为饲料成本增加的影响。它有调理有那黄豆一样，它的
国际农工原料价格也没有再大幅攀升，所以零售沙拉油应该涨幅也不会大幅的扩大。卫生纸最近那个国际纸浆价格比较高一点，还是有很多卖场有做降价促销的活动。主计总处表示，8月 CPI 比顶个月跌0.09%，是因为果子生意继续落跌，加上政府实施过度补助、旅馆住宿费、加游乐场入场费落跌正呢。也毋过菜色、两类外食费、厝租加家庭用品又缘起。虽然这个月 CPI 是2.66%，也毋过1到8月整体 CPI 年增率也是超过3，达到3.1%。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区的监理所昨昏伫公福高中宣传拖拉机转弯视线死角这个问题，冇提醒骑奥多摆的，尤其是学生囡仔，一定要特别细致，要注意安全。冇小解即马上解先进的所谓安全辅助设备。哇哦！大卡车准备转弯，无说你就甲涂骹的家规搞互破。一般大车视线有死角，为了提升安全，即卖有上新的所谓安全辅助设备。在车子的前方，它呢有防撞系统。如果靠近了车辆的话呢，它会有自动刹车的部分。这个是为了确保司机的安全，确保这个我们用路人的安全。视野辅助系统，然后它呢会照我们的左后方，右边呢会照右后方，提高驾驶人的注意，因为里面呢会有一个镜头，让我们去看左后方、右后方的镜头，这个可以减少死角的部分。新竹区监理所初六在公福高中做交通宣导，除了提醒学生注意大型车的视线死角问题，现场还有路口青红灯的宣导，希望学生了解，不论是行路也是骑车，拢要真注意。针对那个大货车的部分，我们都有教他们装这个辅助系统。透过装置这个辅助系统的话呢，可以增加我们驾驶员的那个驾驶的安全，也减少那个路上行人发生车祸的状况发生。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提醒大家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另外，也鼓励卡车司机参客运业者利用科技来提升赛车的安全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即阵全世界油价直直起，影响民众过日子。印尼的汽油、柴油伫顶礼拜一捆头起3成，民众是怨叹价，怨叹罔怨叹，日子嘛是爱过。有客人车司机就讲，伊即马只好走车走较久咧，延长工作时间，爱操到半暝啊，才趁有甲用过平济薪水。穿青乌小插制服的伊斯梅尔，徛着伊毛乡工区，奥多麦客停车伫雅加达大街小巷内。伊若是载人客，也提供配送货品的服务。疫情期间经济停止，伊的收入也直直降。真无简单，等着恢复正常生活，生理也开始有较好。通膨过来搅局，印尼政府宣布，拜六起汽柴油继续起3成，每公升汽油为代票15块6角6起到20块5角8，柴油为10块7角5起到14块1角3，伊只好接更较侪订单来补薪水不足。Mesti giat lagi lah, sampai malam kali ngobit, sampai supaya dapat duit. Ya tadi dapat 5, udah bisa bawa duit lumayan. Sekarang mesti dari 10 sewa kali bang, supaya dapat duit banyak sampai malam lagi. Bisa pulangnya jam 8, bisa pulang jam 12 malam nih. 伊斯梅尔讲，伊甚至爱做到3更半暝才会当结束一天的工课，也佫有担任轿车、客运车司机的同业，同款有苦无地讲。Sebenarnya berat sih Pak, karena kan spare kita juga untuk dapatnya juga kan sedikit, tambah lagi dengan BBM naik juga kita tambah pusing jadinya kan, karena spare semakin sedikit dari pendapatannya. 5月开战了后，国际燃油继续一直起。印尼政府过去意向利用补贴方式抑制油价，也毋过今年燃油补贴预算已经提悬到340亿美金，是原油预算的3倍，表示政府不得已放手予油价起。顶一摆印尼伫2014起油价时阵，嘛引起全国大规模抗议声音。即摆起价生效进程，真侪民众赶紧排队抢加油，后续敢是对社会，尤其是中小企业甲家庭用户产生负面冲击，各界拢在密切观察。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日本有一个合作出租先生的查甫人，伊甲资本的石头撕掉，伊即摆工课是甲家己租出去、踅出去。伊是陪人开讲、陪人食饭、替陪人服务、陪伴服务。伊讲，虽望即个工课有引起议论，也毋过伊认为讲，即个工课会当
安慰一寡人，伊家己嘛做甲真快乐。伫无啊穿白写字、卡其裤、打扮轻松的伊，就是最近伫网络正红的日本出租先生松本雄司。台湾大学毕业，现年38岁的松本雄司，原本伫一间出版社工作，毋过伊常常叫同事批评伊啥物都无做，互伊感觉家己伫公司互人看无，所以4年前决定甲工作辞掉，要用别种方法来饲一家伙仔3个人。自分の何もしないっていう部分を逆に押し出して売りにして。何かこう人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それを提供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みたらどうなる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興味が湧いた。それをレンタル何もしない人として活動をし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松本雄司伫 Twitter 以出租申请的名义，敢为人提供陪伴听讲的服务，真正就是啥物都无做，无想到各种邀请真济，其中一个就是27岁数据分析师千田。这天出租先生接到任务，就是爱陪穿印度纱丽、穿水水的伊，啉茶食点心。なんか友達と一緒だとなんか友達を楽しませなきゃみたいな気持ちがちょっと出るんですけど、レンタルさんだったら黙っててもいいかなみたいな。除了陪人食饭，松本雄司搁捌陪人牵狗散步，陪人签离因手续，也是听上班族嘛定时食的。不过记出来成方面的工作内容，松本是讲，伊出租家己，啥物嘛无做，意外安慰袂少孤单的心。这个故事搁互人写做册，画做红仔册。2年前搁改编做日剧。虽然日本社会对伊的评论好歹拢有，不过松本认为伊证明家己毋是无路用的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关心上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讲，伫格陵兰的冰层，即马已经开始大面积的扬。就算即马咱虽阻挡地球暖化，嘛无法度阻挡冰扬起的现象。全世界海平面伫21世纪尾上无会提悬27公分，这是对自然生态、全球的经济，甚至人类的生存，拢造成正大的威胁。全球暖化愈来愈严重，气候极端化。2022年热天。欧洲拄到严重的热天气，瑞士南部阿尔卑斯山顶上大阿莱奇冰川超过81平方公里，因为温度升高，冰川扬正紧。一台1968年伫咧遮闪来飞机的船体，冰扬了，怎么阁看到？ The glaciers are disappearing. They say when it continues like this, in the year 2090, there will be only remaining 10% of the glacier. 专家讲，伫德国境内5条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可能因为连续降温甲扩化，伫未来15年内会无去。因若规座阿尔卑斯山的3000多条冰川，恐惊会伫咧50年内消失。这么上要紧的是停止排放温室气体。因讲人类一直排放温室气体，早就已经对地球造成无法度救的伤害。这是美国纽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因为格陵兰冰川继续强，海平面上升的效应已经对这座有38000位居民的经济城市造成明显的影响。沿海地势较低所在饮水未退，当地海水一个过去8年已经上升超过45公分，估计到公元2070年也会升悬76公分。这么这座正舒适的城市，到时恐惊就无法度过大人。 I remember the last flood we had, the water came all the way up to the top of my stairs, so it can be very scary. 面对海平面一直上升的危机，大西洋城政府已经开差不多30亿台票，准备要起爆发加大型的抽水站。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2021年的一份报告就捌讲，以温室气体未来80年拢达到上悬排放量来推估，格陵兰冰层氧化会造成全世界海平面上升18公分。也毋过 ，IPCC 的报告可能低估暖化洋冰的冲击。若是全世界继续烧石化燃料，格陵兰冰层大规模氧化并且定定发生，海平面甚至可能会上升78公分，会将地势较低海岸线淹掉，改变规个世界地图的面貌，并且加重大水加风暴的发生机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气候反常的影响是无分好野，也是善者。非洲即马嘛爱面对可汗甲高温，荷兰有召开非洲气候变迁峰会，也毋过一寡较富裕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领导人拢无人去参加，嘛互批评这大国家真自私，拢无顾善察国家的生活。
荷兰鹿特丹的非洲气候变迁峰会会场是吵吵闹闹，包含身兼非洲联盟主席的塞内加尔总统萨尔，加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菲利克斯，拢批评后亚工业化国家自国家己无重视善车非洲。主办会议的荷兰总理吕特自然一定爱出席，不过除了伊以外，工业化国家元首一个拢无到位，可参加的非洲国家领袖拢害头。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put down $12.5 billion out of $25 billion. So we're not begging, right? We're saying that we didn't cause the problem. 也出席会议的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全球自用化碳排放量非洲只占3%。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的报告显示，气候变迁在非洲造成苦患，这互粮食生产无够，互东非地区总共2200万人面临枵饥的边缘。非洲国家都认为，好亚国家应该提拨更加侪经费协助非洲解决问题。We must double down on climate finance adaptation for Africa at COP27. Double down. It was promised in Glasgow. It has to be delivered 2 months from now. 除了非洲的枵饥问题真重要，海平面提悬也互较低地区面临土地减少。印度洋顶悬的岛屿小国，也是国际观光胜地马尔地夫，都真侪摆互人点名，可能因为海平面提悬，全国遭到引起的危机。不过，伫鹿特丹会议，互人点名爱加出钱的好业国家，即马物价称悬、货币贬值、甲能源欠款，家己都顾不起，有偌济资源应分互产出国家，也是一个未知数。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咱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